歡迎嚟到小熊貓說故事嘅頻道。我哋今日嘅故事係新年的故事，年獸來襲。新年就嚟到啦，我哋一齊嚟聽下關於新年嘅故事啦。喺好耐好耐以前，有一隻叫做年嘅怪獸，佢生得有啲似獅子咁強壯，頭上邊有長長嘅角，仲有好尖銳嘅牙齒，非常非常之兇猛啊！佢平時生活喺人煙稀少嘅深山入邊，就連經驗豐富嘅獵人都未必揾到佢嘅蹤跡。每到除夕，年獸就會跑到村入邊周圍破壞房屋，攻擊村民，一直去到天光之後，佢先會跑返去深山入面。因此，只要一提到年獸，村民都會好驚好驚。山腳下有一個叫桃花村嘅村莊，周圍有粉紅色嘅花海環繞，非常漂亮。每到夜晚，村莊就會一片平靜。但係到咗除夕呢一日，桃花村幸福寧靜嘅生活就會被破壞啦。村民都會喺呢一日跑到去另一座山上面躲避年獸嘅攻擊。喺某一年嘅除夕，村長敲鑼打鼓咁大聲叫：村民快啲執嘢啦，準備上山躲避年獸啦！就喺呢個時候，有一個行乞嘅老人喺村外行入嚟，佢滿頭白髮，手拎住拐杖，腰間呢就掛住一個酒葫蘆。老人笑呵呵咁同村民借宿，但係村民都忙住收拾東西，手忙腳亂，冇人理佢啊！好心嘅村長就將老人帶返屋企，俾咗佢一啲食物，勸告老人同佢哋一齊上山躲避年獸。老人氣定神閒咁講：我唔驚年獸噶，就請你俾我喺你屋企住一晚啦，我會幫大家將年獸趕走噶啦。佢充滿自信咁微笑。老先生，你真係唔怕年獸咩？村長有啲懷疑，佢仔細咁望下老人家，佢覺得有啲眼熟，但係又諗唔到喺邊度見過佢喎。村長勸多兩勸，但係老人家都係唔堅持唔走，而且仲笑而不語。村長無奈之下，只好安排老人家住喺自己嘅屋企，同交代佢無論發生咩事都唔好開門啊！如果唔係，就會有生命嘅危險噶啦。講完之後，村長就帶住村民上山啦。遠遠望上去，呢條隊伍就好似一條長長嘅蛇，圍住半山腰。半夜時分，年獸嚟到桃花村啦。佢喺條街度大搖大擺，東聞聞西聞聞。突然之間，年獸聞到一啲令佢好奇嘅味啊！當年獸嚟到村長屋企門口嘅時候，佢見到門上貼住一張大紅紙，屋入邊呢，燭火通明。年獸諗咗一諗，大叫咗一聲，跟住嚇得連連後退。過咗一陣，年獸先鎮定落嚟。佢好嬲咁望住村長屋企嘅大門，大叫住往門上邊一撞，就將個門撞咗個大窿出嚟啊！年獸就好興奮啦，不斷重複咁用個頭撞擊大門。眼見對門就要撞開啦，突然院子入邊傳嚟一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嘅炮仗聲，嚇到年獸成身都震晒，後退咗幾步，跌咗喺地上邊啦。大門突然之間開咗，老人行出嚟，着住紅色嘅袍，嚴肅咁樣教訓年獸：妖怪，
今次我哋就先放過你，以後唔准再傷害百姓啦。年獸嚇親啊，佢點點頭答應，跟住佢就一躍而起，好似一陣風咁逃跑咗嚕。第二日就係年初一，村長帶住上山避難嘅村民返返去桃花村，佢喺度諗：唉，條村可能又俾年獸破壞到亂七八糟，大家都垂頭喪氣啊！去到桃花村，大家好驚訝，因為條村居然安然無恙，所有嘅牲畜都冇被食咗。村長突然之間諗起，就同大家講：嗰位借宿嘅老人，唔係就係神仙畫入邊畫嘅太白星君啦咩？哦，原來係神仙嚟，唔怪得知條村今次咁平安啦。係啦，我見到嗰個老人都唔似乞衣啊！啲村民喺度議論紛紛，決定一齊去村長屋企答謝太白星君。村民有啲帶住麥，有啲帶咗雞、鴨，又有啲呢帶咗布料。村長屋企門口變得好似市場一樣咁熱鬧啊！村長嘅大門貼咗紅紙，院子入邊有一堆未燒完嘅竹，仲有噼里啪啦嘅炮仗聲。太白星君就喺屋入面張床度呼呼大睡。中午時分，太白星君終於醒啦，佢捽下隻眼，又伸下懶腰，然後面帶微笑咁同大家打招呼。前來答謝嘅村民都激動得將太白星君圍起嚟，係咁同佢講多謝。村長嘅屋突然之間都逼滿晒人啦，大家就好似吱吱喳喳嘅麻雀。村長揮一揮手，請大家安靜落嚟，然之後佢就問啦：親愛嘅神仙，多謝你為咗我哋除害啊！請問你係用咗咩方法打敗年獸嘅呢？太白星君就講啦：年獸呢，佢就好驚紅色，又驚火，亦都好驚炮竹聲，所以以後你哋就可以用煙花、炮竹、紅燈籠、紅對聯嚟驅趕年獸啦。太白星君同村民講完之後，佢就乘雲而去啦。終於都知道驅趕年獸嘅辦法啦，村民都好開心，大肆慶祝。村民都俾屋企嘅小朋友着紅色衫，戴紅色嘅帽，大家都拎住禮物去隔離鄰舍親戚屋企拜訪問候，仲會話俾佢哋聽驅趕年獸嘅辦法。喺第二年嘅除夕，大家用同樣嘅方法趕走年獸。從此每年除夕，所有嘅人都會喺大門上貼紅春聯，放炮仗，家家戶戶都會燈火通明，去到第二日。初一嘅一早，都會着住新衫拜訪親友。呢個習俗越傳越廣，從此以後，春節就成為咗最重要嘅傳統節日之一啦。所以新年嘅故事就係咁嚟㗎啦。不過因為基於安全理由，依家其實好少地方可以放炮仗，但係仍然都會有煙花嘅活動。新年嘅時候，大家都會拜訪親友，着新衫，互相問候。咁你哋又準備好新年未呢？如果你鍾意我哋嘅故事，歡迎你訂閱我哋小熊貓說故事嘅頻道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朋友仔啦。我哋嚟緊會出更多廣東話同英文嘅故事，下次見。